继续来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奇，最近是提出着两大特别条例的草案，一案是高速铁路环岛的建设，一案是国道6号延到花莲。也毋过，这个共同提案人却出现着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。这个正副院长敢是爱中立，哪会使来提案的？瓜建明痛骂讲，这就是违法。另外，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才提请这个立法院的团队陆续都爱加护案，但是所来爆发着立委的办公室装潢报价无合理，而且中兴大楼的电梯嘛一直有状况，讲韩国瑜真生气。结果昨立法院来公布着新的人事，这个立法院的总务处长周杰是来调参事室的参事。问周杰会委屈无？周杰讲这是正常的调动。上新的消息，即摆传出讲韩国瑜是向罗秀燕来借将借人才，将由台中市现任的参议廖炯智来担任着立法院的总务处长。我们正在施工，你们尾包是拍完就先离开。偏偏中兴大楼的电梯袂当坐，韩国瑜上任院长第一个月，废电梯修理袂好势，和新科委员办公室装潢小开，直直传出院内管理有问题，传出韩国瑜是真生气，12号发出人事通报。甲总务处长周杰调任做参务小参事第二处长，一只记者就伫咧办公室门口，周杰就是唔愿意出面回应。部长的异动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呢？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好，大家辛苦啊。院长韩国瑜是强手细刀车，院内私底下讲，这拢是固定的人事调动，外界唔免想伤济。如今周杰互调职，韩国瑜伫咧新春团拜这个月，敢若早着做好准备。每一个部门、每个单位螺丝一定要拴紧。韩国瑜上任了后，面前改变形象，要保持中立态度。不过，由国民党党鞭鲍坤奇提出来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和国道6号东建花莲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共同提案人选出现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和副院长江启臣。当然，违反议事中立违法，院长的议事中立必须要做到。韩院长自己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是受到傅昆萁的压力吗？当然是啊，怎么突然奋起锲而不舍去撸他？应该是这样啊。这不是一个政治议题的操作，我要特别强调，这是一个民生交通平权的法案。就算现主席法规并无明确规定，正副议长袂当正做提案前，不过正副议长一向拢是秉持中立的原则来处理院内大细事，嘛互关注的问题是铺上底片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